是谁说命运很硬，却不比人命？是谁在困境里还要求自己清醒？贫穷、权力、未知差那么远，为什么他们的答案却那么接近？有人教你分清楚什么你能做，有人提醒别把外在当成自我。他们不谈成功，却也不卖希望，只反复练习一件事，交的心。人生未知不同考题，却一样。在任何情况下，你怎么不迷航？他们不是英雄，也不是神话，只是每天练习怎么不被打倒。斯多葛的冷静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知道什么值得你烦恼。不是英雄，也不是神话，只是每天练习怎么不被打倒。